全地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世间情人拢着点情，加上行伫面前，无伫看愈世间俗事，人阮地伊相思，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虔。这是请咱吟圣诗67首。我心俄乐上帝，我心俄乐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我心俄乐上帝，主人有我的病，你的万米沙加米下，俄乐伊大尊名，就把咱人最早，强强爱关山。请咱因缘徛咧，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得来岛入来受苦，顶12日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人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的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堂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即是三甲内启应文22篇。启应文22篇，诗篇103篇。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囡仔伫我内面的，拢要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运费，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好你拢总的赔，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真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用好物祝你的心愿，互你福到少年亲像鹰鸟，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也无照咱的罪恶报应咱。因为天离地遐尼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遐尼大。当离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尼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摇花怜悯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因为伊知咱的体质，照咱是土粉，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伊的形象亲像山林的花，经过风一吹就无去。伊的原位无过认得。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伊的公义也归伫伊子孙子孙孙，就是遐会遵守伊的约，纪念伊的教示来尊坛的人。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伊的国权管辖万项有。恁遮有大权能的天使啊，听伊的声，行伊的命令的，拢着学乐耶和华。恁才会做伊的车婿，行伊所欢喜的，拢着学乐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逐位，拢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这是咱个三甲来吟圣诗280首。我爱朝见天父的面，请咱吟一个吟全首。心，唔通甲我做。
甲额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听阮极大极深的阿爸爸上帝，阮深深感谢你，你为阮创造这美好的世界，佮赏赐阮日常中所有的需要，互阮每一日拢有够额的稳定。主，今仔日是感恩节，阮要献上阮感恩，求你互阮会当算效你的恩典，互阮明白你是何等的疼阮，嘛互阮看见伫生活中互阮忽略的恩典，互阮知你时时甲阮伫地，互阮毋管伫啥物款的境遇，拢会当信心来倚靠，全然的仰望。因为主，你是赏赐平安意念的主，是赏赐丰盛性命的主。主嘛，恳求你拍开阮的心，开阮的目睭，看见你丰盛的主爱，会当互阮担着你恩典的甘甜，互阮会当稳上加稳，日上加日的祝福。恳求你保守阮，伫未来每一日。犹原有你的恩典，甲阮三脚行，引带阮头前的道路。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帝有高，就是主的世界的俄勒请信歌队。
即是恭守上帝的话，请咱翻开圣经诗篇100篇第1节甲第5节。诗篇100篇第1节甲第5节。全地就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再来看一位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14节。约翰福音第1章14节。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温暖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见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再来看第16节。因为对伊的充满，咱拢有所受，就是恩典续接恩典。正道，感谢神，伊有讲袂出的恩典。请曾牧师。大家平安。伫咱要做伙领受上帝，伊通过圣经的话所予咱恩典的应允，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施恩怜悯，带领保护，扶持帮赞，天顶的上帝，愿进入你的至圣所，伫你的圣殿内献上阮心中的感谢。虽然阮未堪得，但是你何等疼阮，你是好，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息甲阮三甲伫地，到代代无尽。主，阮伫今仔日的礼拜，向你全然表明阮心中的感谢。阮甲你讲，阿爸天父，我感谢你。那伫即时，阮伫你的面前，嘛要搁一摆来建立阮的家族、阮的教会，感恩的心。至圣的天父上帝，愿你的圣神就点到阮心中感恩的火，互即个热情永远无冷淡，会通伫上帝你的面前，用感恩而乐来荣耀你的圣名，因为你堪得阮敬拜。阮恭敬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的祈祷、感恩的礼拜、感恩的诗歌。阮安尼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所听兄弟姊妹，今仔日是感恩节。虽然这个节期毋是圣经中间所讲一个真确定伫礼拜，也是亲像犹太人的搬过节、旧约的节这的节期，但是对旧约开始，其实圣经就有讲到，用感谢耶和华做节的人，就是阳光天父上帝。所听兄弟姊妹，愿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咱算数伫今年，咱怎样经过今年？我毋知兄弟姊妹伫几礼拜前就无开始咧报讲，咱要过感恩节。我毋知所听兄弟姊妹伫这段时间，你敢有拨一段安静的时间来回想伫今年你所拄着？有真侪咱的需要，上帝若听咱的祈祷，甲咱回应，咱就讲感谢上帝，因为你何等的疼我。伫今年因为头壳疼，我去照脑波。我才知影我的前额叶遮有一块，毋知偌久进前就有淤血。我才想着讲，我一摆毋知咧创啥物代志，目睭可能顾着喇目，哭一下，足大个。我都袂记啊，因为迄个时阵哭一个足大个，我无讲安尼话，真紧发手讲，主啊，求你照顾保守我。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中讲有真侪下境遇，咱拢袂得。袂堪得，咱一定有绝对的把握。伫今年呢，所听兄弟姊妹对年头到年底，你有啥物感动？
牧师捌伫今年感觉足孤单，为什么？因为疫情一来，徛伫即个礼拜堂，敢若一个人对一个空气咧讲道，佫限制讲4个人做礼拜，所除了即个汉林汉斌怡真我，差不多是4个人真简单咧做直播的工作。但是恁互牧师知影，恁伫直播伫教会的即个礼拜中间，你们是在线上。所以互相的陪伴是一个教会中间一个真要紧、值得感恩的代志。但是所听的弟兄妹，伫咱人生中间上需要感谢的是甚物？除了感谢上帝赏赐我这清用，除了感谢上帝，互我有工作顺遂，除了感谢上帝，互我有财情、厝人的经济也会得过。除了感谢这个以外，所听的弟兄妹。咱敢知影伫信仰中间上需要感谢的是甚物？上需要感谢的就是家在我有上帝。上需要感谢的就是上帝伫我黑暗中、患难中、失志的中间，上帝存伊的圣手用圣神甲我扶持。有百种的恩典，但是有一种的恩典就是上帝的恩情。圣经讲救恩。所听的弟兄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真正真捌，一切恩情无比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救恩更加重要。愿咱伫今仔日咱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特别诗篇，这是圣经中间唯一一段圣经称作称谢的诗，就是感谢的诗、感谢的诗歌。这是圣经中间唯一。特别伫诗篇中间，用一个括号写称谢的诗，是感谢的祈祷文，是一个感谢的祈祷。所以，弟兄姊妹，愿上帝的圣神以及牧师对恁的鼓励，恁伫今仔日的礼拜，唤起你心内疏忽、克惜，袂记你上帝伫你的身边所做一切恩情。咱对心中讲：主，我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虽然我是一个阿舍囝，虽然我是一个好命囝，虽然伫稳定的中间，我感觉这拢理所当然。但是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主，我要感谢你的目睭看顾我，对年头到年底。今仔日圣经诗篇以及约翰福音第1章，拢咧讲起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恩典，充充足足。有恩典甲真理，伊是一个恩上加恩的人生。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应允蒙着咱的心，咱甲上帝讲：主啊，我未堪得，但是我阿们，我感谢阿罗你。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实到万世代。所以牧师要甲恁形容讲，诗篇100篇就是满分的人生，诗篇100篇就是一个满足的人生，就是一个应允的这个应允的上帝的话。耶和华何等的好，耶和华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伫讲英语的教会，因有一句话讲 ：God is good， 会众就讲 all the time。上帝是好，会众就讲，永远远就是遮尔好。所以伫个回应的过程中间，就是咧彼此讲起，咱的上帝就是一个好，这个好就是好的无比的意思。这个好嘛，就是一个互人满足、互人幸福，这个好嘛有这个意思。因为上帝用伊的慈爱，这个慈爱又个叫做黑色，伊就是怜悯。伊的信息到万世代，伊的意思就是讲，上帝所讲出的话无一句是假，上帝所有应允拢要照安尼来承受。所以这个信息，伊原本的字就是实实在在，后来到新约，这个字就甲圣经中间的阿们同一字，信息就是阿们，信息就是阿们。因为对旧约到新约，伊拢咧讲起上帝是真，
所以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通过咱共同的礼拜，显示咱一个永远的确信。因为约翰甲所有的教会兄弟姊妹讲，咱的上帝充满伫咱的中间，咱有所得着，咱已经有所受，咱领受着伫神的道路顶悬，咱经历着上帝的同在，阁有恩上加恩。好好本的圣经汉字的圣经讲，咱就要恩上加恩，但是白话字的圣经讲，恩典煞接恩典，什么意思？就是今仔日我是恩典的一代，因为我的老爸老母敬畏上帝，上帝通过因祝福我，但是我要将这个恩典传给我的囡仔，这叫做恩典煞接恩典，是真个人的，嘛是真家庭的，嘛是真教会的。所以愿天父上帝伊的话运行伫今仔日咱的礼拜，今仔日心内较无甲上帝讲阿们的兄弟姊妹，纯粹双手。一杯搁一杯，恩典的杯，上帝的杯满满。咱甲主讲，一杯搁一杯，我要试看主你恩典的滋味。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伊是堪得咱敬拜的上帝，因为伊有讲袂尽的恩典。一开始我简单甲恁讲起，伫今年中间，我咧纪念天父上帝，伊怎样陪伴我？所听的姊妹，咱拢应该有这种的回馈，就是安安静静来想，上帝怎样伫今年中间，咱来讲。所以圣经讲，圣效上帝恩典。我要有智慧的心来圣效我的年日，来回想我的年日，来看见上帝伫我人生中间伊一切的所做。所以愿天父上帝的圣神带咱做礼拜，也愿天父上帝的圣神感动恁。伫今仔日倒去了后，恁阁用感恩的心定心读大笔的诗篇100篇，然后恁讲恁家己的诗篇151篇，因为诗篇150篇尔，咱会当阁家己主动写一篇诗篇中间的另外一篇，咱甲上帝讲，上帝这是我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我的心思意念，我写互你的。所以愿天父上帝感动今仔日的圣经，互咱学习大笔。3000年前的大笔，伊是一个极其敖写感恩的诗歌的人。我要向上帝唱新的歌，我要用俄勒入伊的院，我要用圣洁的装坛来到伊的面前。所听的姊妹，愿咱真侪有大笔的心，有感恩的心的基督徒。今仔日的圣经诗篇100篇内底，所听的姊妹有7摆讲到你们应该，迄个字叫做当啦。你们当如何，恁就安怎？这个意思是上帝希伯来语，就是旧约的圣经中间，并无应当的这个应当这个字无。但是因有一种的文化，犹太人因无讲应当如何。就亲像老爸命令伊的囡仔讲，爱快乐，迄个爱，迄个着快乐，着乐乐，着感谢，着吟诗，迄个着是一个命令句。英语讲祈使句就是一个命令。虽然迄个字伫原文顶悬无存在，但是迄个口气7摆。所听的姊妹，过去咱咧读这个圣经，咱袂遐尼无聊，去甲算讲出现几摆。但是当圣经出现7摆时，伊所表明的就是一个完完全全、全然全心，对我的内心、对我的心神、甲我的意念，是一个完全的感谢。所听的姊妹，咱做伙来学习，真做一个用完全的感恩的心来跟随咱的主，来用一生来看伊的作为。嘛，带咱的囡仔，伫因还未捌上帝完全的时，咱带咱的囡仔就建立一个信心，讲我的耶和华，我的上帝，我的爸爸的上帝，我的阿公的上帝，伊的确要伫我的人生中间行了奇妙的大事。也这你相信吗？你愿意你的行行顺顺就是安尼来经验伊嘛？
你愿意伫今仔日的礼拜，完全无保留、不小气，是一个失败的人生，专心的学乐，专心的感谢。所以，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咱听到大卫伫诗篇100篇内底，伊讲着感谢入伊的门，着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性命。这个感谢甲称谢是同一个字，伊叫亚达。感谢、称谢、学乐，就是一个对心中吼，就亲像你去看棒球赛啊，吼，伫棒球赛你若无热心吼，你若无热情嘛，互人安尼吵甲足热情，有无？吼，摕迄个扫角安尼，一支迄个塑胶管安尼，噗，大声啊笑的，咱看，大家爬起来跳，佫摕一个讲。犹太人因咧做礼拜，毋是点点坐咧做礼拜，因的礼拜是有跳舞，亲像原住民。因的礼拜是有诗歌，因的礼拜有分扫角，所以兄弟姊妹，所以耶稣才讲我分达啦，恁无跳舞，就是这意思啦。哦，伫旧约的礼拜敬耶和华的时阵是分迄个得胜的羊角，哦，羊角，分迄个角，啊，然后伫迄个所在跳舞、拍破啊。所以耶稣才讲，有的人的礼拜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入伊的院，因为咱来用感谢做祭，所以代表有真侪的经文，虽然无称作称谢的诗、感恩的诗，但是伊的诗篇内底，逐所在拢充满伊对上帝的感谢，亲像一个囡仔学了伊伟大的爸爸同款。所以代表伫伊的诗篇50篇中间，伊讲：着感谢，用感谢做祭，献互耶和华。至高的上帝行你所许的愿，回想咱的祈祷，伫咱患难的中间，伫咱欠过的事，伫咱软弱的事，伫咱孤单的事，伫咱受气的事，伫咱屈辱的事，伫各种的情景，你既然有向上帝祈祷，你敢有向这个上帝讲：主，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听我的祈祷，虽然你无做什么。但是感谢上帝，你甲我抱条条，甲我讲毋通受气，毋免惊。虽然阿爸天父你无做什么，但是主你用你的神甲我抱条安静的事，迄就是稳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来到伊的面前，因为大卫所接伫伊50篇的中间第23节，伊讲：献上感恩的这个人，就是荣耀上帝，感谢就是礼拜，当咱伫心中主啊，我学了你，哈利路亚，我学了你的神，迄个学了本身就是礼拜。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是一个用心来回应上帝伊的临在。求天父上帝，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学习这个感恩的功课。感恩就是一个珍惜。感恩就是伫经历的中间看见，感恩就是一个回应，敬畏上帝讲：主啊，我何等未堪得，你听这个卑微的我，互我会当伫一生中间有高雅的人生，有满足的喜乐，心欢喜，心快乐，我会当肉体安然徛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用感谢做祭，就是荣耀上帝。所以咱今仔日毋是摕钱来奉献给上帝，钱是代表咱的心意的一部分，但是更加重要。当咱奉献的时阵，咱甲上帝讲：主啊，求你甘纳你所想事，你想事，你收回，主你想事互我，我回应互你。主，你不断刷接搁刷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第二个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牧师要甲咱做一个祈祷，就是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袂晓感恩的人一定袂幸福，因为伊感觉这个世间拢辜负伊。袂晓感恩的人，伊甲伊的父母一定无真好的关系。因为感觉父母拢是应该予伊，所以有时伊会计较，
爸爸互哥哥较济，爸爸互妹妹较济，爸爸互姐姐较济，为什么？所听的弟姊妹，感恩的心会互咱充满幸福。最大的目的毋是感恩互咱的对象，是互咱真做一个有水的活命，伫你的心性的内底。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有这种的看见，有这种的智慧，毋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通过敬拜的心，咱来到上帝面前，毋是干那要听一篇好的讲道。咱来到这个礼拜堂，毋是干那要看见一礼拜无拄着兄弟姊妹，咱聊聊天，做伙去食一顿饭，毋是干安尼尔。咱做伙组织，就是要做伙拍谱啊，做伙吟诗，做伙敬拜，要讲起上帝伫一礼拜中间伊的作为，佮讲起上帝对年头到年底，伊伫我身上所做。牧师一开始甲恁讲起今年我中间。我毋是咧爱甲恁可怜讲哦，牧师你足可怜，哦你叫我你咧判别，毋是，我相信恁袂安尼。但是我为着恁感谢，因为我感觉咱的教会是一间会互相体贴，会互相关心，会在乎对方是不是平安喜乐。恁讲是毋是？咱的教会互相的关心是出伫真的。所以，伫每种的情景的下面，咱拢会去想着对方。咱若做会到，咱拢想讲为伊的祈祷甲平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这是咱伫这个所在有看见，咱伫这个所在有感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伫今年所听兄弟姊妹，我毋知你经历着什么。今年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足特别的年，对教会嘛是一个足特别的年，对家庭嘛是一个足特别的时刻。所以，兄弟姊妹，愿主的圣神开咱的目睭，互咱看见上帝无所不至。但话讲无所不至，就讲到上细项的代志，伊拢看过咱。惊咱寒，惊咱烧，惊咱热着。惊咱枵着，就是老母。老母惊伊的婴仔枵，穿无烧，寒着，伤热流汗。咱的上帝是无所不至，讲袂尽的文书。哥林多前书，伊讲有讲袂尽的文书。文书这个字原本的字是礼物。上帝伫各种的情景，将伊的备办。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讲袂尽的恩典、恩赐，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互咱想，咱也伫上帝的面前，不但献上感恩的祭，咱嘛伸出咱的手讲：主，我将感恩互你，恳求主你将恩典互我。主，我将感恩互你，主求你继续来祝福。我毋是一个贪心的囡仔。但是伫各方面的情景，主求你甲我备办，耀发毅力的人生。所以伫今年中间，咱得到生命。我为着健康来感谢，因为一个人年纪若渐渐咧加天的时，咱的身躯会改变。我已经足久毋捌挽喙齿，但是伫顶礼拜挽一支喙齿，因为疼到要死。咱就知影讲，普通时咧食饭，自然大口的吃肉，迄是何等的幸福。健康对咱来讲真重要。高雅的心，满足的情景。咱有能力，咱想要食啥，咱就食啥。愿天父上帝帮助恁，伫人生的中间，耶稣讲，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伫每一日的需要。上帝甲咱备办，除了这个以外，我感谢上帝，互有悠因大汉，我感谢上帝，互因有真快乐的心，感谢上帝，互因伫阮的身边，感谢上帝，互阮的家庭有真温柔、真甘甜的
亲子的关系。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恁的囡仔成做恁的心内面的欢喜甲快乐。上帝将伊的恩惠放伫恁的家族，互恁的家庭成做地上的爱典路远。除了这个以外，咱的教会是什么？咱的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对不对？然后一个人忧伤，咱就真侪人去陪伴伊，因为这间教会是一间体贴的教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这个疫情的过程顶端，也未互人放起来进前，上帝就互特堂教会伫无意中精力赴长，啊！伫备办的中间，上帝赏赐咱有好的这个空间佮影响，所以疫情一来，咱真紧无困难，咱就会当在线上查经，咱就会当在线上做礼拜，咱就会当伫LINE中间互相的分享。有真侪兄弟姊妹甲我分享讲，牧师，我逐日透早天紧起来，因为赶要去上班，但是我一日上快乐就是。但牧师逐日伫透早清早的时，就写一段圣经，一个短短祈祷。所听兄弟姊妹，咱彼此为什么要做这种的工作？是因为咱在乎彼此信仰的健康，甲信仰的保障。所听兄弟姊妹，咱伫这个感恩的中间，咱会记得，互人的安那。比甲人体较福气，施比受有福。所以咱的人生是互人得到，互人得到，互人得到。这个意思就是分享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感恩的中间，咱知影生命中间上可贵，就是有一个健康的信仰的态度。若无健康的信仰的态度，无会晓感恩的人，真困难幸福。因为咱真容易互魔鬼甲咱讲，你真无够，你真欠缺，上帝无爱你，现在你该接歹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伊用伊的听从咱内底一寡遐无健康的想法，受伤有可能毋是因为咱，是因为咱拄着伤害，咱拄着风险。但是愿天父上帝用伊的保护，甲咱听，甲咱受，甲咱帮助。改变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有新的想法。所以圣经讲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有讲未尽的文书。这个文书的字叫做 “doron”， 这个字，伊的意思就是礼物。上帝伫每一个人的身上备办一个圣诞礼物。这个圣诞礼物毋是干那12月25号、24号晚上才会当拆开。迄个圣诞礼物毋是一年才一日，一年才一摆。的圣诞礼物，毋是上帝所予咱的生命的礼物，是伫及时的中间。伊讲，上帝恩惠是及时的帮助，恁会记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爱什么种的礼物？这情形拢会过去，一时的刺激嘛拢会过去。愿天父上帝，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甲上帝讨。迄个会当一生满足、一生喜乐的礼物，就是主上帝。愿咱伫做面前，咱会记得，感谢是一个真要紧的健康的记号。伫你的囡仔还阁细汉的时阵，教伊感谢。咱伫向日葵小园食饭的时，拢会有祷告。啊，起初拢有教官有拄小问讲，哦。恁是安怎要带这个囡仔祈祷？阮讲，伊除了是阮教会的宗教仪式以外，其实教囡仔感恩的心，是伊生命改变的开始。恁同意吗？这个社会真侪人互相帮助，无一项代志是应该的。但是真侪人拢感觉我得到是应该，我好命，我好运。伫这个世界有真侪代志毋是应该。是出伫听，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感恩的中间，咱有真水的灵魂。所以牧师常常甲恁分享讲，要有幸福的心内底，要有一个幸福的心伫内底，对无？
要有幸福的人生，你内面要有一个幸福的心，迄个叫做 eudaimonia。在圣经中啊，一个好的灵，一个好的正面的思想在你的内底。圣经希腊语讲 eudaimonia，daimonia 就是一个灵啦。我内底迄个心思意念，我内底迄个灵，我点着我内底这个人 ，eu， 迄个字希腊语叫做好的灵。咱的生命内底有好的思想、好的观念，有圣经所予咱的亮光。正面思想、正面的能量，咱才会幸福。所以做礼拜最重要就是让上帝的话对咱讲话。做礼拜最重要就是让上帝的圣神擦亮我们的眼睛，擦亮我们的眼睛。所以每一摆伫上帝的手中，伫上帝的话内底，最重要就是将迄个目屎、将迄个污渍、将迄个阻挡，咱甲伊排除。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有一种新的智慧。今仔日圣经诗篇100篇第30讲：恁着知什么？耶和华是上帝。恁着知什么？我们是知他是谁，知我是谁。兄弟姊妹，咱每一摆查经，每一摆灵修，每一摆做礼拜，拢有一个目的动机。就是伫迄个神圣的时刻，伫上帝神圣的话语内底，我得到一种新的智慧。所以兄弟姊妹，愿主甲你摇你的肩胛头讲：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主甲你讲：醒起来！你要知我是上帝。兄弟姊妹，咱若知影咱敬拜的上帝，毋是假的上帝。咱知影，咱敬拜的上帝是我的上帝。咱也知影，咱敬拜的上帝是一个，互无可能变有可能。咱也知影，咱所敬拜的上帝是伫人的欠缺的顶端有伊的怜悯的上帝。咱就要知影，咱做礼拜无空空。或者你做礼拜敢无空空？你检查要讲，牧师，我毋知呢。我对少年到今仔日，我做基督徒遐久，但是我拢永远感觉。我个性无真满足，兄弟毋通失志。伫即个时节，甲主祷讲，主求你甲我通透，主求你甲我通透。主互我的生命是一个流通的生命，你的稳定是一个不断刷接。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最重要，毋是咱砸红包来互上帝。当然，我知影咱教会的兄弟，对你奉献这项代志，是心中是慷慨，无简单一个草地教会，咱的教会奉献，咱有看重这项代志。但是更加要紧，兄弟姊妹，咱毋是互上帝红包啦，咱是互上帝摕去用。今日清早我接到美光教会。肖牧师，伊甲我写一个简讯，伊讲伫感恩节时，曾牧师，我要感谢德登教会。伫过去，我要买礼拜堂的时，阮找无帮衬，无容易借着钱，但是德登教会愿意借阮100万无利息。阮要感谢德登教会。现在你爱牧师替恁回答什么？知道就好，是吗？牧师该回一句话讲：不要向主堂教会感谢，我们要感谢美光教会和德登教会有机会，通参与恁的礼拜堂的买卖。感谢上帝，伫阮患难中。互德登教会有帮助，今仔日迄个小小的工作，是德登教会表明对上帝感谢的一个动作。或者恁同意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知上帝耶和华是上帝，嘛知影咱是伊，听命
圣经讲，咱是伊所创造，咱属伫伊，咱是伊的百姓，咱是伊草场的羊。意思就是讲，我袂互你咬着，你毋免惊。你是我的羊仔囝，你是我的宝贝的囝儿，我袂互你咬着。你相信吗？相信就得着。原咱伫伊面前，咱甲上帝讲：我知你是我阿爸天父，我知你是我的上帝，我嘛知我是你的宝贝囝儿甲查某囝。兄弟，不要怀疑，无论你即摆情境有偌困难，你放伫手中讲：阿爸天父，请你听你的囝儿的祈祷。阿爸天父，对今仔日开始，求你带我脱离济的苦情、软弱、欠缺。阿爸天父，因为我知你是上帝，好冇？原来伫今仔日感恩的是，咱搁一摆用约翰福音第1章16节讲：恩上加恩，恩上加恩。咱甲天父上帝讨讲，主伫我的人生中间，你的恩典是一世人的久。约翰福音第1章16节最后的一句话：恩典煞接恩典。用仰望的目睭看你的囡仔，甲你的囡仔讲：上帝予你恩上加恩。愿天父上帝听咱今仔日的礼拜甲祈祷，上帝拍开天顶的窗，将伊伫自古以来所有备一切的奥妙，拢显示予咱。咱同心来祈祷。阿爸天父，阮无法度用有限的祈祷来表明阮对你的感谢。你有讲袂尽的奇妙，你有讲袂尽的仁爱。阿爸天父上帝，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只有一份感谢的心。愿一切的感谢荣耀你家己，也阿爸天父。也愿阮伫祈祷中间，主你丰盛的慈爱，来围雷伫阮中间特别有需要你怜悯恩典的阮的姊妹、阮的兄弟，主特别伫有欠缺的人的身上，你互因双倍、4倍、8倍，主啊，你互因加添恩上加恩的人生。主，阮感谢学了你，愿主你甲阮同行，直到我有一日。愿见你的面，愿咱恳求祈祷我佢所有性命，阿门。咱安静，用咱共同的祈祷。
这是咱来应答上帝的听，信诗483首。拄着试炼灾祸为你真艰苦，请咱起立吟全首。拄着试炼灾祸为你真艰苦，你到了真心望是为看无路，你所定的阮事各项想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做的阮真理着生着笑，做的阮真理甘生为了，做的阮事大生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有时看愈烦恼地到心乱乱，要你上帝听咱话心的问愿，你所定的阮事搁着想来记，要你就会无去日日来吟诗，做的阮事你着生着笑，做的阮事你甘生为了，做的阮事大生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像别人有福气跟其大家伙，无伫土开爽用天灵的出体，你所定的阮事只阮袂坚持，你的宝贝反对更无从离去，做的阮事你甘生无笑，做的阮事你甘生为了，做的阮事大项生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所以经过试炼，不论大小事，无伫落一心望上帝用做主，你所定的阮事照顾想来讲，主的安慰帮咱引传到天堂，主的阮事你着生着笑，主的阮事你甘生为了，主的阮事大项生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阿门。请咱准备奉献。
现在伫平安礼，耶稣听你这条诗歌中间，咱要来少念几个人，我需要拜托恁，嘛要邀请咱特别为着几个伫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因会代祷。第一就是黄宏仁兄弟，虽然伊有进步，但是伊的昏迷意识其实还阁真严重吼。黄宏仁兄弟伊是真严重的脑中风，脑部已经有手术，嘛已经有将迄个插管有摕掉，有法度自主呼吸，但是还阁毋是一个真清楚的状况吼。咱嘛为着素贞老师，喜乐法院潘素贞老师，伊判病身躯气力较无够，咱为伊祈祷。咱用这条诗歌为着安美姐的先生伊有进步，但是有关还阁无法度真健康主动所以咱为着伊伫这个舒张医院来接受这种的复健的治疗，咱求天父上帝保守照顾。咱伫诗歌中间，若想到咱的亲人，咱就为因来祈祷。咱甲上帝讲，主，我将我的亲人，将我的朋友交伫你的手中。主，咱为着伫教会中间身躯欠安的每一个人，恳求天父上帝你怜悯帮助，求你照顾红人，求你照顾素贞，求你照顾安美姐的身心，求你照顾阮中间的年长每一位的长辈。主，求你也照顾依林老师的阿嬷，主，求你照顾每一个阮的家庭中间的时代，无论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主嘛纪念真久，阮无见面伫台中，赛敬兄弟因夫妇，庄司的校长甲林兰姐，摇化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心到永永远远。求主你怜悯阮中间，心内有苦楚，阮有孤单，阮有需要，每一个阮的亲人朋友，自己放手伫因的心情，互因得到处理疼的扶持甲帮助。主，将你各种的好放伫阮的心内，阮的心因为你的好来得到完全，带阮行光明的道路，用你的疼来帮助阮。主，阮感谢你，你的恩典无限，你的疼极大，你的怜悯到万世代。主，阮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咱下面，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有林兰杰，也有志坚，有慧清，有陈静，不入长老娘，学兄姐、学兄兄弟，长老亚丽，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咱做伙同心来祈祷。
特别为着生日的本日长老娘来祈祷，为着亚丽来祈祷，也为着志宪来祈祷。祝福每一位阮生日的兄弟姊妹，处理用你的油抹伫因的身上，互因稳定的杯满。祝你互因手捧救恩的杯，通恶人讲起上帝你的丰盛，上帝你的赏赐。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将你的稳定放伫因生命的杯，祝福因行到什么所在，稳定的油就真侪稳定的记号，互人羡慕上帝你的疼痛极大极深。祝你过来一年的中间，求天父上帝你赏赐圣神所带来生命的智慧，互因真侪因生命好的管家，日日年拢见证上帝你信、仰望甲仁爱。祝福因伫过来365日，日日甲出你结连，愿咱的恳求祈祷，我给所有圣名，阿门。耶稣听恁，生日快乐！咱来请师会来报告，请师会来报告。这是我来报告上周聚会，也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祈祷会拜三，伫礼拜堂嘛有线上。家庭礼拜暂停，青少课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7点半有线上，甲咱教育馆2楼。圣港服侍下周，师会请陈英宏长老，司琴请刘玉明兄弟，司宪请林安路、陈美秀两位执事。交代第一组，新安宫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来领修。集体交通第一点。本主日是感恩节，互咱伫圣灵内底祈祷，为今年为年初甲年底向上帝的恩典献上感谢的节。第二点，12月12日有圣餐甲洗礼，咱18日的透早有灌气球，暗时要有社区彩街报佳音的活动，请咱大家踊跃参加。19日是圣诞节敬赞美礼拜，中昼有爱餐，欢迎邀请亲友参加。24日暗时有平安眠的礼拜。25日下午对内有咱的圣诞市集活动。第三点恭喜尤胜元甲林志明夫妇因有祝寿因一个查某囝。第四点，欢迎大家参加线上的查经。新的一季查经的主题是惊仰上帝的灵修。用个加入德堂教会的查经班，咱的赖的族群。生日有林兰姐、胡志坚、庄慧清、陈静、陈志先、谢虎李学兴、尤雅丽。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有出入请向卫计人员来欢迎。大道事项第一点，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点，为身心欠安的甲教会所有的长辈的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祈祷。第四，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有富林教会、日籍教会、德克达雅教会。这是咱来吟上迎圣诗509首。阿乐天伯万福本源，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线，请曾牧师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同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道必会。